我们这次新购的10台消防车辆啊，第一个是它们都是双舱式的，双舱式就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消防人员出勤的部分，它可以比例我们至少2-3个人以上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出勤，不会像以前就是单舱的，它人数会受到限制。再来的它会搭配我们很多的安全系统，像我们的行车辅助的视野的辅助系统，跟一些盲区的侦测系统。那我们已经加速汰换本市的各类型的消防车，那明年还会有更多的消防车会汰换。我们希望这些新式的消防车投入以后，对台南市的公共安全、市民的财产、生命的保障更有发挥强大的效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总共有7台这个水箱车，2台小型的水箱车，以及1台大型的水库车，这些都将直接投入我们各个大队来负起维护市民财产、生命安全的责任。那尤其大家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这些水箱车、水库车都可以马上形成即战力。那我们消防弟兄的训练也会同步的加强，不管包括新形态的各式的，包括锂电池的这种火灾，也包括其他的无人器材，包括履带车、履带水炮车、水务车的这些操作，都会让消防弟兄姐妹更加精进。那另外呢，这样无人操作的这个游泳圈或者是无人操作的这个无人艇。这个部分呢也会加强，因为夏天水上活动增加，那为了避免一些溺水事件，这些都会一步一步的在软体跟硬体方面努力精进，也希望在我们国人的在台南市的救灾抢险部分能够增添新力生力军。李伟陈天辉先前堪泰迪熊做联名，佮伊非常厉害，台南第一做主题，宁夏菲菲姐姐甲泰迪熊的意象进行 logo 设计比赛，即马第1名出炉。陈天辉亲自送到台南3亚加奖金1万块。每一个设计都很棒，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给我们婷飞的粉丝，然后去按赞。然后呢，这按赞当中，其实第1名就是有1306个赞，第2名是805个赞，第3名是495个赞。立法院会期才拄结束，陈天辉就马上到下营区进行会勘。针对共党立委林俊宪今仔日宣布要开始竞选市长，同款互看做后一届台南市长的人选。陈天辉讲，伊一直拢在努力做准备。每天都是我的起手式，所以这相较之下就可以知道说，原来婷飞是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有人才刚在起手式。陈天辉强调，第7当前的初选就已经行遍37区，为观光、科技、产业、文化，台南的市政蓝图已经伫伊的头壳内底。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为了宣示朝向永续农业的行动力，同时进一步让大家了解台南这片土地400年来发展，农业局特别伫小农文化园区推出穿越剧场。虽然是短短6分钟，不过沉浸式的体验却是用上新的体感数位科技来呈现，做回来感受环境伫100年之间的变化，相当特别。为了邀请民众有机会拢来，市府嘛盛大举办记者会来宣传，用导演的字榜宣布展览正式开始。2、1 ，Action！ 我们永续农业穿越剧场正式启用，农业永续靠你。所以透过农业的一个底蕴的发展，我们可以融合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的活动中，去让大家看到农业的多功能的价值、自然的一个产线，还有过往农业底蕴的一个发展，以及农业在支持整个社会跟城市进步的一个功能。
透过这样子一个穿越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这样科技连接的部分，我想可以除了活化我们这样一个园区的一个功能之外，也可以让我们在更多的缅怀我们过往农业在整个社会进步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洋溢四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四季轮转。那在这个数位科技剧场里面，可以让大家看到，短短的6分钟的影片，可以概括大家看到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的发展。除了过去老牛还有这个老农之外，现在还有更新的这个科技农业。那所以说，我想贯穿这6分钟的影片以及沉浸式的体验，可以让大家来了解台南以及台湾农业的缩影。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台南看。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展出之后呢，我们这些设备都还会留下来，来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让有兴趣的民众可以继续来探索。因为绝对不会让一个变成展览过后就变成展品就变成废物了哈，所以我们绝对会好好的来把这个有限的资源做无限的利用。暑假要去倒位，有机会来台南体验400年来农业发展，了解过去、现在到未来农业历程，相信嘛是一种真好的文化教育，进一步唤起大家用实际行动来保护咱的环境。台南新闻阮吉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蔡博达17日伫市府分享毒品侦办的实务经验，特别指出目前时常看到毒品透过无同的包装，吸引少年人误入歧途。尤其现在正是暑假期间，市府特别结合相关单位做伙宣导，让少年人远离毒品的侵害。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不管从国小或国中，大家不要以为国小就不用使用，现在毒品的使用年龄也一直在下降。所以我们特别的拜托我们卫生机关、社会机关、社会局，还有这个教育局，能够在学生能够防止使用毒品或者管制药品这个部分要特别的努力。希望在台南能够让毒品的使用能够越来越减少。画面上的点心甲咖啡包，其实拢是曾经被查获过伪装成为食物的毒品包装。台南市卫生局长李翠凤表示，希望透过宣导活动，让市民大众认识毒品、拒绝毒品。我们在现场有非常多新兴毒品的一个展示。那其实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组织单位呢，他们的调查也发现，现在新兴的这个毒品一直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哈。全世界现在大概有1200多种的这个新兴毒品。那其中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其实自己也发现有192种哈。那其中呢，其实像这种喵喵啊哈，这些 K 他命啊，那这些都是对这个年轻人来讲，它可能会做成我们一般像咖啡包或是像糖果包，所以会造成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去接触到这个毒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那然后透过媒体的一个宣导，让我们的青年朋友能够知道这些毒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包装跟形式，好，那避免他们受到这些诱惑。那另外我们其实呢预防还是最重要的一关哈。所以在这个认识毒品上，我们今天透过不管是在教育局的这个合作哈，或是校外会，或是我们跟社会局，那所以今天我想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相关的单位，那也包括了这个我们的嘉南疗养院，好，那这些都是跟毒品，一旦我们希望从前面的预防到你万一真的是使用了毒品之后的戒毒，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记者会一起来呼吁，最重要的还是青少年认识毒品，拒绝毒品。台南市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也以行动触媒的方式扩大宣传，让市民朋友了解正确反毒知识甲咨询管道。另外，若有发现亲友毒品相关问题，嘛会当拨卡毒品危害防治中心专线0800770885来咨询。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2800拍花灯伫暗时古花杂色，相当的水。每一拍花灯的背后，拢有特别故事。这是朴济镇旧历过年时阵的景象。今年是台南400，文化局将要伫日本仙台重现朴济灯花。进前虽然是3-4人前就出去参加遐个展览，但是这届是以阮家己为主题，
阮家己遐布置，阮人员。我的技工拢会做会过去。台湾的传统的灯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每一个都是用市民自己就是精心设计哈，自己手绘出来的。仙台也帮我们宣传，他们大家市民是都很期待的。会选伫日本仙台做展出，除了因为是台南的姊妹仔市，嘛是311当日本大地震的灾区，因此希望透过活动表达祝福，嘛见证地方的复兴。另外，嘛跟布袋戏团合作，把传统艺术呈现伫日本人头前。布袋戏台湾的嘛是一种祝福庆祝，变成吼咱日本啊甲台湾的一种交流之外，嘛是甲台湾的祝福带甲日本，有日本看到真正咱台湾的文化。这个灾区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灾后复兴的精神就是民间参与。俺希望普济灯会会当互因知影讲，咱大家拢共款做伙利用一个民间参与方式，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社会、经济拢会当复振起来。仙台台湾节为7月27开始，连续1个月，现场会提供200粒花灯，互日本人体验彩画。作品伫明年普济灯会展出，达到影像交流、愈在地愈国际的目标。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以去年北门区罗德高的区英林为故乡所提案的饲鹅仔产业、食鱼教育以及结合婚友仔文化计划为例，就成功互民众认识大北门区的渔村，进一步改善当地生活。另外，东山县黑社区王良根所提案的东山市农教育，嘛用力社区的新住民文化，成功和大小朋友亲近。所以今年农业局更扩大向农业部争取经费来遴选计划，欢迎有意愿回故乡打拼的青年踊跃提出想法。今年咱个扩大甲农业部来争取，我想今年经费较增加，咱嘛希望讲至少辅导15岁以上的少年家吼，当来增加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安尼咱嘛有较侪少年人愿意当来故乡。我想农业这个物件，像咱今日伫现场遮，大家看到台南400档，其实农业是咱大家3顿上较要紧一个。挖掘的物件吼，咱希望更较侪少年家，伊伫出外奋斗打拼，伊当倒来故乡，寻找故事大人，上面嘛，互咱的农业更加健康发展，包括咱的资源农业、循环的农业，咱会当透过咱返乡这个逐梦这个计划，会当帮助咱的少年家，更较侪人倒来咱的农村，我想农村才有伊未来机会交希望。该证件预计到7月22号截止，欢迎年满18岁到45岁台南青年踊跃投件，将改善农村的想法形成议题，进入农村来实现梦想。而且只要计划可行，遴选伫15件以内，拢有10万块的补助。台南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这场由匈牙利艺术家汤明许在骁龙儿童美术馆所策划的特展，就是以健身房为主题，当中所有的运动健身器材都是用钢筋的线条所打造，全部14件艺术创作也都是可以互动体验。而且详细看作品当中还大量运用方块汉字，让大小朋友在一面运动，一面也可以看见梦想、希望的字样，甚至在平衡练习感也融入台南400的在地风格，相当特别。暑假期间就吸引幼儿园来户外教学，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平衡板最好玩，为什么？因为它会摇来摇去。会不会很难？不会。对，你玩的哪个最好玩？对，独木桥。这是最好玩。那个跷跷板。为什么？因为可以摇来摇去，然后又走路。
很开心今天带小朋友来这边做一个艺术健身房的体验。那这里的运动器材跟小朋友平常用的实在不太一样，让小朋友也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这个艺术跟体育做结合是一个非常棒的那一种创作的那个思维。那在上面也附合了很多台湾的一些的文字啊，然后就是让这些运动可以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运用这样子。那今天小朋友也玩得非常的开心，对，那体验到他们与以往不一样的那一种运动的那个模式，像那个举重他们就非常的喜欢，对，还有以及他们的足球的部分。确实，运动和艺术往往被认为南辕北辙，不过在艺术家手中却变成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用艺术健身房一起练出文化力为号召。特别在全球迎接奥运之际，运动闯关最后还有颁奖台，趣味的呼应也让观众耳目一新。展览也颇受好评，将延到9月29号。由我们艺术家汤米许先生，他是奥地利籍的艺术家，他要把那个文化跟艺术跟运动结合在一起，让民众很平常的我们来接触这些文化跟运动，然后是一个日常的，我们就是让大家都更健康，然后跟艺术结合，就这样。记者顾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团旗挥舞，祝福大家旗开得胜，凯旋而归。赖清德总统现身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亲自将国旗及代表团团旗授予主席兼团长林鸿道，再由林团长授予代表团总领队。中华奥会副主席张焕珍将为国争光的任务与荣耀寄托在选手们身上。能够站上国际奥运的舞台，固然是你们追求梦想、人生的成就，但实际上大家的表现也是为国人所关注，凝聚国家团结的力量。你们也等于将台湾推上国际的舞台。为了让选手们能够更有力气为台湾争光，赖清德总统也特别颁赠20万加菜金，并赠送圆满玉手给予代表团，期待能献上满满的祝福，为选手们加油打气。动作吧，希望你能够威震巴黎，好不好？谢谢。对于这次赛事，许多选手都做足准备，希望能够为台湾争光。台湾第一位登上霹雳舞奥运舞台的选手孙正，也期待能够舞出好表现。就是希望可以展现一个载智力吧，也要证明说，其实在我这一辈的台湾舞者，我们是跟上时代的，对，我们是跟在航流，就是这种潮流的前端，就像这种感觉。因为其实 breaking 的选手的改朝换代其实蛮快的，5年，可能一个舞者带了新的风格冲击这个圈子，大家就又都不一样，所以就希望证明说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前面。而第2次挑战最高殿堂奥运的跆拳道选手罗嘉玲，则希望这次能够健健康康出赛，奖牌颜色能够更上一阶。这次的话就是有一种熟悉感，那也是希望就是自己可以给自己不要太大的压力，对，然后对整个奥运的赛事其实就是会比较了解到它的整个流程，对，所以其实让自己就是不要那么紧张就好。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一样，希望自己可以健康的上场，那也希望就是可以超越上次的奖牌成色。举重女神郭婞淳近期也因伤势所困，但她也依旧努力享受过程。现场也谈到被鼓励的话时，忍不住哽咽而红了眼眶。有非常多人鼓励跟支持，那我想最暖心的就是希望你好好比赛，享受比赛，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受伤，这样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大的一个鼓励了。那我也很就是我也希望就是用就是呈现一个非常好看的比赛，然后来回馈大家这样子。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子，对。许多民众都期待这些台湾健儿们能够为台湾争光，而更重要的当然是健健康康的完成赛事，并且展现实力，为台湾争取最高荣耀。记者朱金伟、周福庆高雄报道。媒体朋友 OK 吗？1、7
1年1度的桃园国际动漫大展6号在中原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展期延长为16天，以“动漫梦想家，让我们一起追光吧”为主题，邀请台港日马共13位知名漫画创作者共同参展，展现不分国界的追梦精神。其中也包含当年扬名美日韩的本土漫画 Young Guns 作者林正德。而在开幕记者会上，不只有舞者 cos Young Guns 的角色热舞。桃园市长钟胜镇也换上主角袁建平的制服，邀请大家在7月前来参访桃园国际动漫大展。这已经是我们桃园第13届的动漫大展。那去年我们动漫大展在国际上拿到很多设计大奖，像是伦敦设计大奖、墨尔本设计大奖、亚洲大奖等等，所以已经是一个代表我们国家的一个动漫重要活动。今年更重要的是，我们请了很多来自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的动漫好手来这边展现他们非常高超的技能。喜欢动漫的朋友、年轻朋友，从7月6号礼拜六开始，不要忘记，一定要到我们中原营区来，到我们7月21号这边热闹滚滚，大家一定会不失所望。谢谢。桃园市文化局长也介绍今年一系列精彩展览和活动，总共规划了动画、漫画和游戏3大展区。动画区不仅能看到《名侦探柯南》最新剧场版场景、台湾原创动画《妖怪森林》等等，以及有东方迪士尼之称的台湾动画公司宏广早年帮美日代工动画的珍贵原稿。游戏区还能体验 VR 游戏以及 XR 漫画观赏，加上周末陆续开展的热音热舞表演，以及 coser、VTuber 与声优见面会，以及22场工作坊市集、宝可梦卡牌交流赛等等，十分精彩可期。我们动漫大展除了在4个展间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主题展览之外，那么我们当然还有很多户外在舞台区的各种精彩活动，包括我们安排的这些热音的这个演唱的活动，还有这个动漫歌舞舞蹈的部分哦，有一天有热舞的这个活动。那当然还有是我们漫迷非常喜爱的这个声优见面会，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日本非常有名的这个怪盗基德的这个声优哦，是山口胜平父子呢，他们来到现场跟大家做分享。另外呢，还有 VTuber 啊 ，VTuber 的这个动感派对啊，这个整个相关的这个周末活动时间呢，都安排非常精彩。当然不免俗了，还有这些 coser 相关的活动啊，市集活动等等。我想呢，不可错过，非常精彩啊！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动漫大展。桃园国际动漫大展今年迈入第13年，不仅布展屡屡获得国际设计大奖肯定，也努力培养在地动漫人才，开办了2024桃漫大赏漫画征件比赛，并由桃园市长钟胜镇颁发给得奖者。是否欢迎民众在7月21号之前来到展区，一同在动漫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和梦想？记者吕婷台报道。3、2、1，请启动！永续蓝海2024三峡蓝海节正式开始。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2024三峡蓝染节活动，今年的主题永续蓝海，透过天然的蓝染技艺带来的视觉效果，传递海洋环保以及永续发展的理念。当天开幕活动也结合地方学校与社团，让来宾们可以感受三峡在地的人文风情。表演者也穿上用蓝染制作的服饰，华丽炫目的样式在舞台上特别吸睛。一个永续环境，所以用环保的材质来做蓝染。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让这位孩子要有一个这样一个永续的观念。所以今年就是永续蓝鲸，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是用海洋生物的永续，才关于海洋生物，咱要保护它，从富裕，从整个海洋的生态上如何照顾的无微不至，变成我们蓝染今年的永续蓝鲸的主题。所以很棒，所以每一年谢谢大家不断的创意发想，就是让大家知道，蓝染是一生一世，永远会世代流传，最让三峡骄傲的蓝染。侯友宜表示，三峡蓝染是新北市重要的文化资产，市府接待外宾时，经常会以三峡蓝染出品的服饰赠送给国际友人。蓝染艺术所代表了在地的信心与荣耀，市府会持续传承这项宝贵的文化资产，更要将其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看到三峡蓝染之美。
我每一次碰到国际外宾送礼物，我第一个想的时候是要送三峡蓝染的这个染出来的丝巾，的这个布巾也好，帽子也好，甚至很多的衣类。所以很多的这些都靠着跟国际外宾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每个拿到我的礼物都很压抑。这是什么样这么漂亮的艺术品？那是这个艺术品。我也在给他解释，有没有机会到我们三峡蓝染来做做手工，做做自己亲做的蓝染丝巾，围巾。本次的传统蓝染技艺用崭新的面貌，传递守护海洋生态的新时代思潮，让地方活动可以接轨国际潮流，使得蓝染技艺不仅是用来装饰日常用品的技法，更承载百年地方人文历史与描绘未来美好愿景的重要视觉媒介。今年的蓝染节活动在7月13号还会有蓝染音乐会、文创市集及特展创作讲座，7月20号则压轴举办蓝染绘本分享会及街头艺人文创市集，欢迎大小朋友们一起到场同乐。记者根据新北采访报道。